新政府上台，教育部研議補助企業提供實習及聘用方案。如果企業提供大學生實習半年以上，將給予企業每人2萬蚊嘅補助。學生畢業，如果企業繼續聘用並且給予31,520蚊以上嘅月薪，再繼續補助企業每人2萬蚊，預計1年補助5000人。並且以工程、設計呢啲領域為優先補助對象。不過勞工團體批評咁樣做可能會限制年輕人嘅起薪。鼓勵學以致用，教育部研議補助企業提供實習及聘用方案，由企業提供大學生實習半年，將給予企業每人2萬蚊嘅補助。如果學生畢業之後，企業再聘用並且給予31,520蚊以上嘅月薪，政府再繼續補助企業每人2萬蚊。不過以工程、設計呢啲領域為優先補助對象，預計1年補助5000人，每個人如果補助4萬蚊嚟到計算，預估經費大約係2億元。學生嘅睇法唔一樣，有人認為咁樣可以提高企業聘用年輕人嘅機會，先借由實習，亦可以更加了解產業環境。不過限額、限優先產業嘅規劃，恐怕會令到好多人睇得到食唔到。而勞工團體更加批評方案明定31,520蚊嘅薪資數據嚟到補助，可能會重蹈 22K 計劃嘅覆轍。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指出，呢個方案起薪被限制，無法達成解救年輕人低薪嘅效果。建議類似方案應該由勞動部提出，先至可以真正了解勞動者嘅需求。